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来看南投竹山的指南宫，这个元旦才来发送到牛年的钱母予排队的民众，想袂到随着有人把这个钱母摕到网络顶去拍卖，阁有人直播来推杀讲买红包就来送钱母。庙方听到消息，讲这实在是不可取，讲送钱母予大家是要把土地公的福气分送予大家，把这摕来趁钱，就失去掉意义咯。 元旦一透早，南投竹山指南宫才出现落长的人咧排队，这等庙方发送钱母。想要到过无几工啊，这钱母所有人摕伫网络顶悬来这卖。标到红包，那我们就送钱母，好不好？就送钱母啊！钱母是最后一档的，这些都是现货的。网络顶悬摆甲规道顶的拢是指南宫的钱母，有金的、有银的，阁有价值啊！而且阁强调讲买红包就送钱母，头家阁不断强调，我保证这真正是来自指南宫。哦，来3个字有没有？指南宫，所以这有没有过，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这是在地人的。除了网络顶悬有人将钱母摕来送，还阁有人伫网络顶悬直接来这卖，介绍自900开到1000，拢有人卖。网络上嘛，所以有可能会买到骗人的东西。人家已经求过了，再卖给你就没有用了。这个消息一传出来，庙方的人员嘛咧话讲不可思议。钱吼等于有我感觉咧骗神明的钱吼，那是骗咱的信众啦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庙方人员讲，送钱母是希望将土地公的福气分予大家。若是领到钱母，搁摕去网络顶悬卖，就违背当初一番好意咯。而且网络顶悬出现这钱母嘛，唔知是对倒来。庙方呼吁民众唔通开钱去乌白乱买。